请所有的老师请上台，谢谢你们。老师请上台。我们也请安东组老母的活儿所有演出人员上台。优秀优秀。我们有请所有的点弹师，我们都上台拍个大合照。所有点弹师，我们的理事长站中间，总会的各位理监事们、各组件的前辈们，请在中间。我们点弹师可以站两边的踏台，刘老，来，我们坤道站这地方，刘老为中心。来，我们点弹师可以站在台阶上，也可以站在台阶上。安诺你好。那个台阶可以站好不好？站台阶，我们可以站台阶。来，各位坤道的男士，台阶上站上去，等一下拍得到。台阶上站上去。然后我们都站台阶站台阶，台阶上可以站好台阶，站上去好吗？台阶站上去可以站好台阶。好，我们站在台阶上站在台阶上。好，各位与会的各位嘉宾，到最后是不是给台上给男士们的带动热烈掌声鼓励他们一下好不好？谢谢。我们在到之中指的歌声中我们大家一起先不要离开好吗？先不要离开。最后的慢慢走，前面的先不要离开。那我们拍个团体照拍我们团体照。来，所有的人员上，所有的男士给男士。看看我们这一场来多少点男士看我们这一场。Come on. Come on 拿。大开眼界啊！谢谢啊！大开眼界大开眼界啊！咱们吃的，好了，比赛。